開始前又戴翻個頭盔先。睇片前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、like 同 share。唔經唔覺2026年又已經過咗1個月啦，話咁快就已經踏入2月，又係一年一度嘅跌錢日。如果2月14仲未諗到去邊嘅，介紹一個浪漫又清靜嘅地方啦。話晒今年2月14都係星期六，有時間嘅就可以去偏遠少少嘅地方，所以今次就介紹大家去馬灣。想浪漫啲嘅，可以喺中環或者荃灣搭船去珀麗灣，然之後再行過去。另外亦都可以喺以下呢幾個地方搭巴士入去嘅。如果想方便嘅，就梗係搭的士啦，因為馬灣係屬於限制區，唔係咩車都入得嘅。而我哋今次介紹嘅就係馬灣珀麗灣沙灘商場1樓6號鋪嘅呢間 La Rosabella， 喺附近影下相睇下靚景，順便就可以過去食下嘢啦。夜晚仲可以影到靚靚嘅青馬大橋添。呢度有室外內嘅座位可以自己揀，但係室外個座位就比較少啦。餐牌都多選擇嘅，會有個 set lunch 揀啦，跟住 starter 沙律同 burger， 另外有唔同種類嘅小食啦。之後就有 pizza、意粉之類，再後邊就係 main course 有扒食添。之後就係 dessert 同埋啲飲品嘅。落單之後食物好快就到啦。Corona 38蚊。呢度就有加片青檸。無聊小知識啊，我上網揾翻點解要加青檸，原來有3個講法嘅。第一個講法就係話消毒，第二個就係話可以將個冰涼感提升到更高層次，第三個就話用玻璃樽裝，如果俾太陽曬到就好容易變質，會有一種臭油嘅味道，加咗檸檬就可以更加好飲喎。個人就覺得加咗真係好飲啲嘅。跟住呢一杯就係 Long Island 70蚊。其實味道唔錯㗎，不過紅酒味就好重，所以感覺就似 Sangria 多啲。跟住呢個就係小食拼盤，138蚊，分別就有魷魚圈、洋葱圈、雞翼同埋炸雞塊，仲有少少嘅沙律啦。炸雞塊嘅外形就似麥樂雞，但係就好食好多，因為比較嫩而且好熱啦。雞翼就炸得幾脆嘅，但係就有少少乾，味道有啲似水牛城雞翼，但係就冇辣嘅，味道重少少，但係配酒都係一流嘅。魷魚圈方面就好嫩啦，個粉又唔會太厚。洋葱圈都唔錯，甜甜地又爽口多汁。至於個沙律都夠新鮮，不過就唔係太多啦。至於呢個12寸嘅 pizza 128蚊，望落就好靚，份量都好多，餅底唔會薄到一張紙咁，但係又唔會太厚喎。芝士又拉絲又好香濃，味道唔會太重，成件事就係啱啱好啦。最後就係呢個西班牙海鮮炒飯378蚊啊，青口蝦同埋蜆鋪滿晒成個飯嘅面，飯就好薄一層啦，唔多，而且切燉多過炒嘅，但係好香好腍，吸晒啲汁，好好味啊。青口就有少少鹹，而且個殼就爛爛地，呢度就要扣翻少少分啦。蜆就好鮮甜，好好味，肉都算係大粒噶。蝦就好大隻，好新鮮啦，有挑腸，所以呢度就有幫佢加分。成個飯都好鮮美啊，層次亦都好豐富。不過個人覺得，如果佢再加翻其他少少嘅材料，例如魷魚啊、臘肉腸之類，個口感同層次就更加豐富，更加好味啦。另外呢度就有收加一嘅，但係真人落單又好好招呼。我哋坐室外唔夠光，仲會特登俾盞燈我哋，又會好主動咁問我哋有啲咩需要喎，真係好好招呼噶。食完又可以再影下相散下步，浪漫一下。By the way， 呢度真係一種遠離煩囂嘅感覺啊！如果要去拍拖要浪漫嘅，呢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不過情人節嚟嘅話，可能就要訂定位先啦。今次嘅分享又到咁多，未揾到另一半嘅，祝你順利揾到另一半；有另一半嘅，希望你哋可以開開心心咁白頭到老啦。今次又係咁多先咯，拜拜。